大家收睇今期炒啲乜好 Q 啊！你呢個跟隔離咧，今日我哋有好精靈嘅 K 號喺度啊！同埋好精靈嘅 Vicky 啊，哇！多謝多謝，歡迎歡迎，同埋好精靈嘅港股。係啦，好精靈嘅今日港股，今日爬翻上嚟喎，叻叻豬啊嘛，好似。咁大家冇得話，因為24,000我就好開心，因為23,000就嚟去翻23,000我就好唔開心。咁你個心情不停咁樣喺度上上落落喎。係。即係冇乜直接或者直接間接都好啦。其實我哋根本唔係好關事嘅。我哋係冇主題，應該要咁樣諗。但唔係喎，依家其實大家都留意住個地緣政治啦，因為即係中東局勢其實都好緊張啊嘛，就係因為呢個原因，其實近排個港股咧又落翻嚟少少啦，咁但係又唔算太差嘅啫，即係你睇翻嗰個圖表上咧，其實佢個形態又未好似好所以唔使咁傷心啊！但係其實幾時去買咧？因為你見到可能有啲部分強勢股啦，甚至係普馬特啦，即係大家都開始唔係啦，係開始就已經唔係咁強勢啦，甚至係有啲大行都剔出佢一啲強勢 list 入邊啊。究竟港股幾時可以買咧？你覺得？幾時買係講緊你成個指數啊，定係我要係慢慢去滲？咦？我過往個表現開始 OK，我能夠 risk on 去做多少少投資啦喎，咁你一定會有個試驗喺中間㗎嘛，即係我唔會一開始就 all in all out 啊！我有一嚿嘅資金一次我就買晒落去，或者一次我就 cash out，唔會係咁㗎嘛。正常嘅投資，咁其實呢啲咧好地去咧就參考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做法。佢哋個做法係咩咧？就係、我好對一個市場想開始有認識咧。佢哋基本上都係用 ETF 入手嘅。呢件事喺美國咧非常之咁盛行，即係大家一路好多咧美國一啲標指嘅 ETF 啊、納指嘅 ETF 咧，咁呢個時間咧完全喺美股發揮作用。機構投資者唔敢買7號，因為有一啲又會嗌交啦，跟住有一啲又俾人罰錢啦。咁我唔敢買啲特別嘅個股，咁我就買一啲一籃子嘅嘢先。然後一籃子嘅嘢，我先有呢一啲嘅基礎。再去喺後邊慢慢去分析啊，或者就係一啲大家驚緊嘅事件越嚟越明朗啦，咁我可以去做翻多啲嘢。因為其實而家港股，如果你講短炒今日炒下升，聽日炒下跌，實係一定會有，或者就係我揾強勢股揾主題，呢一排其實冇乜主題添。係啊，即係你個主題就係睇下普馬特幾時再有多少少嘅壞消息，因為突然之間一出嚟係2-3個壞消息喎。咁我可能就係大家都未必會好重注地去做。咁但係喺香港個股市入邊，大家最呢一排好啦，再諗翻有啲乜嘢股票跌咗落嚟，我係最想買嘅。呢件事就係我24,000或者一啲股票一路升緊喎，冇跌到嘅喎。咁嗰啲你係冇機會。即係如果你冷血啲咁樣講，中東。今次以色列同伊朗呢一件事，係咪俾咗個機會你去買嘢咧？俾咗機會你去開始去諗，我之前買唔到嘅嘢，而家係咪可以嚟試咧？咁變咗就係嗱，如果你問我咧，一路真係死啦，買唔夠，買唔得多，或者就係跌落嚟就買咧，真係中特股，得嗰幾隻嘅啫，941、939，油股。啲油股或者黃金嗰啲，我哋晏少少講啦。即係而家呢一啲咧，就係你穩定，好多人同你一齊搶，因為嗰個息口嘅問題已經派先晒減息嘅嘢落去㗎啦。就算你9月先減息又好，甚至乎11月先減息都好，大家都已經個息口跌緊㗎啦。因為大家知道減緊嘛，咁所以你見到咧開始就會見到5-6厘息嗰啲嘅公司好穩陣嘅央企咧，就一路係咁買。所以其實咧就係你先要建倉，我今日23,000幾建倉好似又高得滯喎。咁但係如果我要建倉，你係先由個底層資產開始噶嘛。咁你港股底層資產就係我要最穩陣，我可以唔使日日睇嘅，咁啊梗係中特股啦。唔係，其實 KO 咧之前咧都有提過啦，因為我哋其實本身都有一隻3437啦，度時張旗紅利 ETF 咁入邊咧亦都有 KO 啱啱提到嘅一啲即係做一啲底層嘅基礎嘅一啲股票啦，包括就係中移動啦、中石油啊、中海油啊，其實即係你見到油價咧近排咧都彈翻上嚟啦，咁啊呢隻3437
油股唔係，但中石油 OK 嘅，中石油嗰個表現會好啲嘅。係啦，咁呢啲三至三得就係頭先 KO 所講，一籃子用 ETF，大家最容易去入口，最容易去接受部署，即係港股喺呢個時刻究竟留啲乜嘢咧？但係咧頭先講起油價啦。油價其實近排咧，好似有啲大行咧睇到有啲樂觀嘅，因為90蚊嘅有睇，跟住甚至係120蚊都有睇嘅。你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中東嘅緊張局勢仲持續嘅話，係咪真係可以升到呢個水平？全部都唔信，全部都唔信啊？點解？全部都唔信。你話個油價會夾到好高，咁即係話呢一啲嘅戰事會持續。咁呢度有個因果關係㗎嘛？係。有打仗，所以油價升。咁但係今次咧，你一路打仗咧，金係冇升，油係冇升，資源價格冇升，避險資產even美債冇升。個市場係估緊，其實根本唔打得咁耐㗎啦。或者就係中東呢一個嘅問題，唔會係今日先至有，5000年前已經開始打緊嘅。啲沒完沒了嘅，或者就係一啲新嘅戰事，當然唔想見到啦。啲新嘅戰事好似之前俄烏咁樣，去反映油價、金價咧，就會有個幾兩個禮拜。但係如果你係中東嘅一啲以往大家已知嘅嘢，或者就係除非嗱突然間出現一啲超級恐怖嘅嘢，即係例如嗰日大家睇到新聞啦，幾個世紀都會大家記得嘅一個事件啦，記得嘅就係原來佢匿埋咗。係啦，咁啊冇射到核彈，因為而家其實射唔到核彈㗎啦，因為睇翻啲報道咧，因為佢個領空已經俾美軍係佔領咗。咁你個核彈咧掘出嚟咧，你係射唔到上去。其實嗰一日其實佢出完嗰張相之後咧，我見到市場其實冇乜反應。冇反應啊？係咯。係啊。咁所以就靠客咁樣。咁所以就係你見到呢一個點樣可以油價見到90蚊咧？係。你要再幾 worse 先至見到90蚊咧？一啲大家幾唔願意見到嘅一啲戰爭先至會見到咧。咁調翻轉，如果你講油股，因為我自己一路都有一路都有海油嘅。係啊，一路都有海油。咁你唔打仗咧，好地地嘅。佢慢慢咁升嘅，成19蚊喎，正喎。佢一打仗咧，跌翻落去18蚊樓下。驚啦，因為大家。因為嗰個問題就係點解而家你見到油價升咗油價升咗一啲咧，咁啲油股係唔升嘅。咁變咗就係大家根本就唔係喺個市場反映緊呢件事。咁你反而唔打，大家用一個收息嘅角度去睇翻隻883，佢一個資產配置嘅角度就係話，我而家計到數嘅，一桶有幾多錢，我而家做到幾多息，有成本係幾多，咁我咪賺幾多錢咯。然後我將入邊盈利嘅幾多 percent 攞咗嚟去派息，咁呢件事係好簡單地理解到個油股係點做㗎嘛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為我多咗啲不確定性，個不確定性就係打仗，而呢一個打仗亦都 trigger唔到個市場走去買呢啲相關嘅資產，咁所以就係咧。我揸883，我好唔想打仗嘅，佢打仗反而跌嘅，所以呢啲點解會唔信咧？就係呢一個原因。咁好啊，而家見到話3437跌翻落嚟，因為有油股857都跌，883都跌，咦，有機會可以買得翻啦。咁因為其實我自己嘅角度咧，現代嘅戰爭其實就唔會玩咁耐嘅，係好快就可能短暫嘅消息嚟嘅。呢啲短暫嘅消息，甚至乎喺個市場度真係喐嘅係1至2日。你因為咁樣而去博黃金，因為咁樣而去博油炒期貨都好啦，你根本同賭博冇分別，因為你唔知道幾時，佢突然間 short 咗，然後我要撳掣，或者特朗普突然間癲嘅，佢都唔係突然間癲咧，幾廿年都癲㗎，我諗佢。咁所以你根本你評估唔到一個人去想點樣。係，但係其實如果油價即係未來啦，即係未有機會咧去睇到呢個90蚊嘅話咧，其實咧航運價格咧喺呢排咧就真係升咗上嚟。即係如果你話睇翻咧，連升咗5日㗎啦，因為大家都好驚嗰個海峽係咪真係會俾人封鎖咧？個航運價格啦，因為我哋隻3至3足其實入邊咧都有航運1919，係啊1919啦，係咪真係 keep 住會升上去咧？你覺得？一個幾大嘅問題咧就係封海峽，就算當封，佢嗰個股價而家13個幾啦，佢係翻唔到去暫緩90日關稅嗰一個高位。即是話暫緩90日，大家嗰個對航運嘅熱切需求咧，係比起封海峽大嘅。咁暫時咁睇係咁啦。
而家係咪因為呢一件事，真係封咗我盒，而佢會升穿15蚊咧？因為呢啲其實大家已知啊，已知會封海峽會成，而嗰個嘅航運股亦都冇因為咁樣而升，因為其實咧你可以一個配套咁睇嘅。如果有升金有升咧，大家會將打仗呢樣嘢擺落市場入邊去做一個考慮因素。咁但係今次係冇，所以油股、金股同埋航運股都係冇點樣升。係啦，咁變咗就係我要睇嘅就係，當你冇戰事之後，呢啲股票係咪值得買？就唔係睇我而家去做一個短炒，所以我而家要搏呢啲。因為你搏呢啲咧，有機會搏緊2-3個鐘嘅時間㗎咋。係啊，你可能炒得勁短，就係我搏你射咗炸彈，我炸咗啦，有片睇啦咁樣，跟住之後嗰啲嘢就升啦，但係升2-3個鐘，可能係咁樣。咁呢件事其實就真係唔建議，佢直接比投機更加極端啊！係啊，直情係賭博嚟啫嘛。咁所以就唔會因為呢件事而去買1919。OK，係啦，但係咧，即係頭先都KO 都提到㗎啦，咁啊呢個3437啦，就係即係大家 ETF 啦，喺呢個時刻咧，即係一個幾好嘅唔錯嘅部署點啦。咁啊提多次啦，因為呢隻咧3437其實每年咧就派兩次息，3月9月嘅係啦。咁啊，我哋嘅歷史嘅股息率咧就有8厘嘅，而家現價嘅話咧大概係7.2厘左右啦。咁所以喺呢個時候，大家咧就可以考慮下用呢個3437啦去部署咧呢個時刻咧。去留翻啲港股優質嘅港股翻嚟啦。咁啊講完3437之後咧，講下啲 Bitcoin 啦，因為 Bitcoin 其實近排咧即係都回翻落嚟嘅。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隨住市場嘅一個即係政治局勢啦，呢啲咁樣嘅負面消息啦，回嘅力度又唔係話好大嘅啫。其實同美股啊，同可能港股啊差唔多嘅啫。依家就係105000嘅水平左右啦。Bitcoin 嘅話，以太幣嘅變動亦都唔係好大啊，去到2500嘅。咁啊，大家都話其實嚟緊個睇法都係樂觀嘅。咁同樣地，會唔會 Bitcoin、以太幣喺呢啲時候都係一個唔錯嘅入手時？樂觀係一個中線，但係短線佢都仲仍然喺一啲嘅框入邊喐緊。咁呢件事就令到一啲好多賭徒就走去買一啲極貼價、極高槓桿嘅 option，跌2-3千嘅 Bitcoin 已經有10幾萬人爆倉嘅可以，即係唔知點做到佢個槓桿拉到上天咁高。咁呢啲係絕對唔建議，即係其實就係今日大家覺得喺 Bitcoin 或者以太幣嗰個嘅資產個規模只會越嚟越大。呢個係大家都已知嘅。咁只不過就係在於我個入手位應該喺105000啦，應該喺10萬啦，定係我覺得有機會再跌咧？即係一樣嘢就係、是、我唔敢講有買貴冇買錯，但係你會偏向捱得到翻去個價嘅機會係大嘅。Even 你係高追咗啊，我坐咗好耐啊，都係得嘅。咁但係我而家想入第一注，幾時做咧？會唔會可以落翻10萬樓下先至買咧？呢個咧就真係穩陣啲，同埋就係理性啲，因為嗰件事就突然之間可能會有啲 news 夾咗上去，有啲 news 就跌翻落嚟。咁你咪不停，你而家就係我用一個乜嘢心態去買呢件事先？首先，如果今日都仲當佢係一個呢個虛擬資產係覺得冇認受嘅，其實已經唔使講落去。因為你冇可能噶啦，因為其實你好多嘅大企業啊一路都持倉，其實 BlackRock 可以揸到成7% 以上嘅 Bitcoin， 已經知道大家有啲好大嘅基金公司啊機構投資者，佢哋係覺得 Bitcoin 或者 Crypto 呢一件事係下一個嘅戰場。所以就係大家喺度瘋狂搶灘插旗，你又買下，我又買下，或者就有啲已經係做一啲資產管理嘅入邊都有 crypto， 所以呢件事就已經唔能夠去話佢係一個假嘅嘢，只不過就係幾耐時間去到呢一個目標。你好似啱啱咁講，我要用一個勁 option 嘅嘢去勁高風險咁樣去炒呢一樣嘢，又係咧，你直情係投機啦，咁算數啦，呢啲即係不在此限，因為你一千幾百，可能我哋做完呢條片已經1000幾百喐咗。所以你擺呢個心態落去買呢啲現貨 ETF 咧，其實係唔係咁啱嘅。咁你係諗就係我其中一個諗法，其實個世界係 diversify。你唔會全部揸晒黃金，你唔會全部揸晒股票，你唔會全部揸晒 bond。今日大家更加多人就係接納咗 Bitcoin 呢一樣嘢，Ethereum 呢一樣嘢。咁你係咪要喺個倉位度有一啲咁樣嘅
相關資產喺度咧，你跟到個世界嘅節奏啊，跟翻個 beat。咁如果你話跟翻個 beat，如果你話喂我而家完全唔識喎，又用證券市場買喎，咁其實現貨 ETF 你直情可以轉翻落去 wallet 都仲得。咁我根本就係我當買股票咁樣，但係我擁有咗多一樣資產。分散投資嘅重要性啊，呢個係。即你可以慢慢加上去，或者就係今日最緊要嗰個心態，你揸得 Bitcoin，我唔係玩緊啲1-2個月嘅嘢。你玩1-2個月嘅嘢，大量港股都係一兩個月貨仔嘅就放心啦。Bitcoin 隨時唔止，咁所以大家睇係邊個位開始去部署？我偏向等緊10萬樓下再加嘅。OK。係啦，咁但係咪唔買咧？就冇得唔買。你跟翻個世界，你知道世界發生緊咩事，點都要買啲嘅。咁啊，大家睇下有冇機會咧喺10萬樓下咧俾大家鬧啊！咁但係我今日咧就想 share 下咧，因為呢個就係 BlackRock 咧做嘅一個分析嚟嘅，就係以往咧譬如有啲地緣政治事件發生嘅時候咧，究竟 Bitcoin 黃金甚至係標普啊，佢嗰個反應究竟係點樣咧？其實你睇翻過往由2020年至到24年啦，可能有啲大事件發生啦，包括 Covid 啦，甚至係一啲銀行嘅危機咧發生嘅時候咧，10日之後咧，其實 Bitcoin 咧都會有一啲正回報嘅出現嘅，60日更加明顯啲嘛。咁包括你喺 Covid 之後，你見到佢60日之後咧又升咗成21%啦。咁有銀行危機嗰陣時喺2023年啦，咁啊佢喺60日之後其實咧反而係升咗32%㗎。短線你可能會見到有啲震盪出嚟嘅，咁啊同大環境一樣啊。咁但係往往咧佢之後嗰個反彈力度都係比其他嘅傳統資產更加勁啦。如果我哋睇近啲嘅話，右邊嗰個圖咧就係特朗普講關稅。係啦，喺4月嘅時候講關稅啦，你會見到佢其實同其他嘅資產一樣，都係喺當時跌咗落嚟嘅。咁但係黑色線咧就係 BTC 啦，咁啊 Bitcoin 之後咧就跑贏咗黃金啊，甚至係跑贏標普500指數啊。咁所以其實你可以凸顯到其實 Bitcoin 喺咁多個傳統資產入邊咧，可能喺地緣政治事件入邊咧，反而回落嘅時候有一個進取資產，反而回落有一種嗰個部署嘅機會俾大家添。係因為咧其實特朗普一路都做咗好多嘢㗎啦，連佢自己嗰隻Trump Media 咧，其實而家變咗 crypto 股嚟嘅，已經係 crypto 股嚟嘅。咁所以就係越嚟越多啲巨頭去 endorse 呢件事，再加上其實 Bitcoin 你可以當佢係一個莊家股，因為其實你係幾 corner 嘅，啲貨係幾 corner 嘅，因為你係得咁多supply嘅啫嘛。咁呢件事就係我點樣令到呢一個多啲人可以去買咧？就係你會有一啲相關嘅衍生出嚟咯，就會出現咗呢樣嘢。因為你其實係得咁多supply，得咁多supply。好啦，而家人哋揸咗90%嘅貨啦，咁仲有個10%咁點咧？哇，咁咪夾爆，咁就係唔係咁樣咯？係啦，咁所以唔需要話我主力係做 Bitcoin，因為我哋唔係 crypto 出身啦。我係在於一個話我炒開股票嘅啫，咁我對於證券市場嘅理解而理解多新嘅一個風險資產係咁啫，咁同埋就係就算係嘅，你擺喺個倉位度嘅，可能你10% 左右嘅 Bitcoin 已經夠，唔使太大量嘅，即係你太大量，其實你變咗個幣圈嘅專家啦，已經係咯。好啊，咁啊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啦，喺部署虛擬資產上邊咧，亦都可以考慮用 ETF 嚟做部署啦。咁我哋博士 HK 比特幣 ETF 啦，就係3008啦。咁另一隻咧就 target 以太幣價格㗎，咁就係3009啊。提一提大家啦，咁因為我哋嘅3009至4月25號開始咧，就開始做 staking 啊。咁所以我哋每年咧係會有額外1% 嘅收益㗎。如果長線持有嘅話咧，你會發現咧，其實我哋嘅 ETF 咧亦都跑贏啦，即係以太幣 ETF 啦，亦都會有機會咧跑贏其他嘅以太幣 ETF 添嘅，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啦，以上嘅一啲 ETF 啦做部署嘅。咁啊，今日咧亦都唔該晒 K 好啦，同我哋嘅分享啦，多謝晒你嘅貼士啊！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 Thank you，拜拜。拜拜。